全球最大嘅單面天文望遠鏡正喺貴州平塘建造，預計出年9月可以完工，用嚟觀測脈衝星等等，甚至係探尋係咪有外星嘅文明同生物。由李建生報導。射電望遠鏡係接收太空無線電信號嘅望遠鏡，有別於直接觀測可見光影像嘅天文望遠鏡。射電望遠鏡主要分為單面鏡同埋天線陣兩大類。正喺貴州裝嵌嘅簡稱 FAST 嘅射電望遠鏡，將會超越波多黎各嘅阿雷西博望遠鏡，成為世界最大嘅單面望遠鏡，敏感度高幾倍，亦都可以觀測更廣闊嘅範圍。口徑達到500米嘅望遠鏡，自2011年起興建，而家開始組裝反射板，安裝接收器充滿難度。我們要把一個30噸重的平台，通過6根這個鋼索給它拉起來，而且要精確的定位。它一個30噸重的東西，它跟地面沒有固定的連接，要定位到幾毫米。這是什麼概念呢？就是說我實際上是一個房子，把它吊起來了，然後它有風，它要晃，但是我就要依靠這個鎖和這個機械裝置，把它定位到這樣的一個精度。反射板總面積相當大約30個標準足球場，有4600幾塊三角形反射板。可以利用纜索控制反射板角度，調校觀測方位，接收信號。項目嘅工程特色係喺卡斯特地形上建造，呢種地形嘅地下溶洞可以自然排走雨水，唔會有水浸損壞望遠鏡。加上呢類地區通常人煙稀少同埋寧靜，可以減低無線電干擾。應用範圍廣泛，可以透過觀測中性氫延伸宇宙早期嘅圖像，協助建立脈衝星導航系統，探測引力波，亦都可以加強太空飛行器嘅測控通訊等。有線電視記者李建生報導。